今天上午，院会通过5月15日朝野党团协商的结论。那有关本会召集委员之选举，以推选方式行之，由民进党党团推选3人，国民党党团推选2人担任。现在民进党党团推选管碧玲委员、钟嘉宾委员以及周春米委员为立法院第10届修宪委员会召集委员，国民党党团推选郑丽文委员、李桂明委员为立法院第10届修宪委员会的召集委员，我们是不是就予以通过？这一次的修宪委员会的成立，等于是在特纲性的修宪程序导致了宪改16年的缺席之后，再度启动改革的契机。但也因为这个程序特别的艰难，这也等于是考验我们是不是在这一次启动的新契机当中，有各个政党能够捐弃成见，为改革达成共识的可能性。那么历史在考验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修宪委员会选举召委成立以后，那么后续的议程将陆续的展开。好，我们期待这次的宪改能够有符合人民期待的结果可以出现。不管政治人物说什么，你们要看他做什么。待会有人会说他支持多元民主，但他们政党从来就不会去推这件事情。不管政治人物说什么，你们要看他做什么。待会有人会说他支持多元民主，但他们政党从来就不会去推这件事情。首先，我不明白为什么陈柏惟委员一上来就要批评我们林非凡秘书长，说他说的跟做的是不一样的。你刚刚说什么多元民主什么哈？虽然有人这样说，但不是这样做哈。简单的阐明一下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哈。这个因为刚刚林非凡秘书长有说这个不排除制宪嘛，哦，不排除制宪嘛，这刚我记下来是这样讲嘛，好。就是不排除了哈。好，刚才我们有点到其他政党，我这边也希望陈柏惟委员这边是不是可以简单用2-3分钟帮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回复？不用啊，我没有在听。好，那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，中华民国到底有没有建国成功？我想在这边做一个民调，你们认为中华民国建国成功的举手。好，谢谢。你认为中华民国建国未完成的举手。好，放下。曾经有一个民意代表当着我的面，他跟我讲说，台湾不能独立是民进党害的。我说民进党不是喊台湾独立选举选上的，喊台湾独立选举选上的是我。所以当激进党如果过半的时候，台湾就会独立了。像激进党，他们今天一直讲说，有一些当他们过半的时候，台湾就可以独立建国了。那今天之所以没有过半，是不是就因为代表有些人将底下台下有一些同学刚刚在讲，你承不承认中华民国已经在建国的路上了，或者是已经建国，是有举手的。大家的想象共同体不一样的时候，你不应该去检讨选民啊，这样很缺德就是你应该要去检讨为什么基进党做那么小，这才是你应该要去想的。为什么你们的主张没办法过半？为什么今天的立委席次只有你一个人在孤军奋战？这个是你们基进党的主张，可能跟台湾人的想象是稍微差比较多的，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啦。你们去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台湾是我的国家，如果我希望台湾是一个国家，那么我们要如何让台湾更好？如何相信台湾？这个就是所谓的台湾价值。这样应该没有刁到你们了。我期待看到的修宪的讨论，其实是朝野在共同的政治基础底下，大家去思考，在哪些议题上面有没有共识，有共识的地方我们就推进。那嘴皮子对修宪并没有帮助。在民主社会里面，沟通跟协调以及不同的提案，本来就是大家要一起去面对跟一起去互相说服的。就像民进党内部包含正常国家的方案，如何正常化这个修宪，我相信也有很多委员，民进党的有不同的立场。那你会去批评他吗？也不会啊，这本来就是互相需要沟通跟协调，这才是民主国家的展现。那这是耍嘴皮子吗？大家自由公平，谢谢。